啊，你今仔中面甲我留啊遮尔粗吼，我昆祥煞会着青惊咧，担当袂起啦。昆祥阿伯，免客气啦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啊，自从阮卡上知影讲你甲阿霞吼，拢叫我讲家较友好，阮卡上的，吼，伊生我偌甘心的咧。卡上，我安尼讲对无？对，过去吼，拢是我吼无了解阿霞，也毋知讲阿霞迄个啊怪卡就对啦。啊吼，你嘛莫见怪，我嘛莫歹势就对啦吼。坤祥兄，规矩互因两个少年的去做伙，安尼你讲好啊毋好？阿霞若是忝头吼，我是拢无问题。有啦，阿霞头顶仔就要落去。进前吼，那我嘛问过阿霞，阿霞嘛足欢喜的咧。阿霞，你讲安尼对无？查某囡仔人都较避暑啦。啊无坤祥兄，我来叫人吼来看一个好日，啊你的意思啥款？阿霞若是无问题吼，你半暝仔来带，我就听去应付你啦。坤祥兄，你是足爱讲笑的啦。啊是讲吼，愈紧愈好，我是袂堪你等啊呢。安尼好，是讲讲着钱就演去啦。坤祥兄，啊嫁孙甲聘金，你毋知有啥物意见无？卡上，这个所问题人家才去讲。无咯，啊这嫁娶上界重要，就是这个嫁妆甲聘金啊。啊咱即马当面切，后摆毋则无当底头的。做唔错啊！啊你既然安尼讲吼，啊无我讲一个你参考看卖啊好。好啊，你讲啊。人我查囝饲啊遮大汉，我想要嫁查囝，毋是要卖查囝。啊，所以这聘金吼，我一角伊都无甲你收咧。安尼啊，那安尼真好啊。也毋过吼，咱这个砖头也无偌阔啦。我是想讲吼，把你咧阿霞若是嫁出去了后，啊，你会当互伊定定咧转来行看看咧。我相信这你一定做会到啦吼。哎呦，这是小可代志，当然做会到啦。啊是讲嫁妆方面的。啊，这就看你安怎开喙啦。是讲聘金既然你也无收，啊那安尼嫁妆就爱看你的意思咯。你若安尼讲，我就歹势啊啦。啊，若是讲阿霞的嫁妆吼，我一仙都无啦。坤祥伯，关于这件代志吼，甲阮兜方小无相共。啊无，即摆吼，我甲阮卡上了研究一下，歹势你先等一下吼。卡上，我煞袂记甲你讲，坤祥阿伯吼，伊这个人上惊为着钱来传查某囝。啊，你一直咧问讲嫁妆有偌济，安尼坤祥阿伯着青惊啦，这张份数讲袂成啊。啊，毋过即摆若无讲，到时间15000都得袂着。用讨也较讨无啦。呀，那安尼要安怎？你点，我来甲好喙。啊，等伊来应难的时阵，你才开喙嘛，阁袂慢的。吼，是啊吼。贵祥阿伯，是安尼啦，这是阮兜的例啦。讲查某囡仔入阮兜的门吼，介好会当教一下啥无啦。将来才袂用讲吼，拢无半项啊。看来我安尼讲对无？对。这是阮兜的禁忌啦。贵祥阿伯。啊，阮卡上吼，就是惊讲你毋知会安怎想话，煞歹势甲你开喙啦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啊对啦，坤祥阿伯，啊你毋是讲，哦，你是讲迄家箱啊？哈是啊，传家之宝的箱啊。我会记吼，你有讲要互阿做嫁妆，敢毋是？啊，这也无啥物啦，什么传家之宝咯？无喏，迄是三代食袂空的传家之宝呢。坤祥阿伯。你这世人哦，上大成就就是去卡箱啊啦！哈哈，哎，无啥物啦，也无啥啦。坤祥阿伯，你若肯吼，啊无，迄卡传家之宝的箱啊吼，总互阿霞做嫁妆，你看安尼好无？好啦。啊，既然你安尼讲啊，我也无啥物话通讲啊。啊是讲着我说啊。啊，你敢会去嫌我？你着要哪会去嫌？做安尼决定啊！我等下吼叫来看一个好日。你是甲因卡上讲啥物？伊哪会态度安尼，煞改变遐严济？这无啥啦，啊你嘛知影讲阮卡上伊这个人吼，
爱面子啊，重礼数的人呢。我惊讲伊两个后尾吼讲袂遐交调，煞嚷起来，我毋才来起外面吼，苦劝伊毋通甲人冤家啦。啊，买垃圾换你咧做？啊，无法度啦，两个老哥爱冤你。啊，即马代志讲定定，我做啥也无要紧啦。你是还足操烦吼？卖讲这个啦，咱两个要结婚啊你无应该欢喜才对啊。是讲结婚了后，我是上班较好，还是踮咧厝较好？我是讲你写手个画真熟手啊咧。啊无吼，你暂时去写手画暂再去讲啊，好。这阵仔写手是毋是足歹做？免烦恼啦。啊，若真是转倒袂过吼，阮投资阮有遐钱，就退倒转来。啊，了淡薄也无差到倒啦，好。拍啥？那是安怎是？这个月订单，毋知是安怎，常常减几半。安奈安尼哈？我嘛毋知，啊，这客户都知会知，啊，哪会减遮济？哟，敢会是咱同行想要甲咱变好倒是？啊，准做若是安尼，嘛毋知啥物人来揪咱的生意。这个生意若免咧抢来抢去哦，实在是足歹做的。啊，抢来之后，转倒敢有问题？下个月若无照以前的生意，是真歹转势。卡啥？归去啦！咱投资阮有影遐钱吼，该退倒转来，咱了淡薄无要紧啦。啥的？叫我退股来转势洗啊手，安尼我毋着去人笑。财产较重要，你咧插伊讲啥物？英俊啊，阿霞敢毋是教一卡迄个三代食袂完的价钱？啊，咱即马洗啊手，伫咧转势袂过。迄卡金宝箱吼，毋甲开起来用。迄是人结婚的嫁妆咧，啊，咱即马个人摕来用，安尼敢好？哪有啥物毋好啦？阿霞嫁来咱遮就是咱的人，嫁过来嫁妆就是咱的财产呢。伊踮咧遮嘛是穿咱的啊，食咱的。敢不伊遐物件要留起来做伊的西客是？卡啥？暗暝用着车家财啦，咱下个月哦，搁变较慢呢，看球会转来袂？你哎，哪会遮紧呢？因为剩一礼拜尔。使，使啥啦？嗨，是安怎啦？是阿霞要嫁，你心内不甘愿？啊，查囝吼，饲大汉本来就是爱嫁出去的，啊有啥毋甘啦？免嫁啦，毋甘就毋甘，啊做老爸生生是安尼啊了。啊无你踮遐算日子，踮遐吐大鼻，啥物意思？啊你敢会毋甘？我，若讲袂是骗人的啦。也毋过照目前即个情形看起来，阿霞嫁去迄边应该是袂互苦毒才对啦。因来当幸福吼，我就放心啊。安尼是上好啦。希望是安尼啦。啊对了，师，啊你叫我来是有何贵干？来，再来，来，你走看走遮济看啦，你甲我看下来，看这个菜吼，甲人会比拼入去。哦，刀鱼鱼翅，翡翠干贝，炒雪虾，金椒虾酥。哦，师，我看吼，咱搁炒一盘福建菜馆。看安尼会用入去啦。会啦，哪会袂用的？一刀一个啦。对，这若啥人教我盐吼，盐总就爱挂喙齿。啊，这是阿霞过日要用的哦。
嘿，你个真巧啊！听我家己知啊。等，也毋过吼，这种高贵菜呢，恁若咧找中宝西就歹找哦。哎，恁爸大师呢？家己来啊，讲来，这个请什么师傅？师啊，你是讲对还讲毋对啊？你当天你是丈人爸呢，哪有迄个丈人爸你走开？一世人较即摆尔啦，我无家己留哪会用你啦？哎，即摆吼，一定甲做伙做头咧。你遐会甲师先的吼，甲我叫较济来，甲母较请呀。老师哦，迄个问题，那迄个啦，这交在我身上没有问题。太传，我都有听到你的声。哦，我就甲恁爸等于参详讲，要安怎甲你答落去啦。爸，简单就好啊，莫花伤济钱的。简单是简单啦，嘛免你伤当生哩。啊，人永春啊，遐亲情，大家拢目睭经济咧，甲恁看呢。对啦，啊讲啊永春，啊亲情一来讲话，即站人拢毋捌看啦。迄落你无用伊洗啊手的工课啊。无用哦，无用好啊，表示生意好，大赚钱啊。我来用一下者吼。哎，啊，我都还袂甲讲好咧，啊，就总出去啊。看，你饲查囝有啥写路用啦？啊，还袂出嫁一个心肝就走入人遐啊。哎，你嘴开始有硬。一枝草有一点露，一枝草有一点露。大姐啊，现在创啥？啊，你做人走拢无看人啊？伊拢转去啊啦，我做啊啦。我会做。李准，大姐啊，你伫遮创啥？啊，因个我换台你，我咧甲伊高声啦。毋是阮不爱换台啊啦，是恁的业绩发袂出来啦。啊，一个月吼，钱人较歹转势啦。我毋知会先花半个月月去互伊。这个月的业绩吼，才领半个月啦，后个月的业绩吼，毋只有我无啦。阮这组的人哦，拢讲恁的钱哦，摕去起换厝啊啦，洗啊手哦，准备歹做啊啦。恁旁咧我袂讲啦，啊，即摆生意遮竞争呢，啊，恁人若讲你就听，安尼早晚吼还甲钱赚落魄哦。啊，若无，你家己先看互阮才讲啊。弟啊，我想你也是有头家一个方便啦，你小客一个，啊客过就好啊。这头路是久久长长的啊，好歹咱大家嘛做伙遮尔久啊，对无？啊哈，阮你做的人拢摇着安尼，你着要做头家娘的人啊，你当然嘛安尼讲。我讲我毋是毋捌做过啊，是讲哦，我若真是做头家娘哦，绝对袂互恁吃亏啦，因为我上知影咱做工人的需要啊。这话你讲的哦。你若是会当相信我的话吼，你若等于甲恁迄组的人讲，叫因紧等于做工课。公司若是有趁钱吼，奖金啦、红利啦，我绝对袂互恁吃亏啦。啊，若是无趁钱，反正吼袂互恁吃亏啦。这欠一时，总袂欠一世人啊。好，阮大家拢听你的话，安尼吼，我今来叫因大家拢倒来做。多谢你哦，我紧多谢你。袂啦，安尼我今来去吼。生理歹，咱去想办法，你毋通安尼失志啊！生意遮尔歹做，你若别人问起来，看我要哪改变？你若办时总看悬无看低人啊，会答应咱两个结婚，是因为看你足艰辛，啊你妈妈嘛足有诚意，这有财产啊无财产，叫
基本都毋是问题嘛。咱这世间上哪有一个做人老爸的啦？啊，甘愿看家己的查某囝嫁咧食苦啦？明仔载我倒来三厂上班，遐员工甲我较有感情，我来管因较会听。啊，你好啊去接你的行李，安尼好无？安尼袂用的啦，咱念的个要结婚啦。啊，你陪伴你阿爸的时间愈来愈少啊。我看你也是踮咧厝啊，尽量陪伴你阿爸才好啦。这不要紧啦，阮老爸甲你这个囝婿尔，我相信伊应该是袂计较啦。是讲，咱要以后是大人，这是一世人的代志啊，对无？安尼嘛好哦，啊，工厂有你咧换，我也较放心。啊对啦，我看你也先转去，我爱你啊准备者，我也阁有一个应酬。应酬？食饭讲生理啦，无买啉酒。啊，你敢有法度？啊，到即马洗仔厂的客户，拢是阮阿爸较早的老客户咧，啊时势无共啊，我看哦，也是爱步步好家己去走走啊。英俊，生理要紧，身体搁较要紧啊，快快来啦！好，我知啦，我来去啊。一枝草有一点露，一枝草有一点露。少年啊，你是安怎啦？少年呢？缘投的，你哦？啊，你是安怎啦？啊？也米人啊！我太悬啊！啊！啊，顿捌看你啉烧酒，啉到安尼掠土啊！看，我这个做无成，我得到韩国啊对后忙啊！我实在吃无落用，吃无落用。好啊，唔通搁哭头啊啦！你是去应酬去啦？啊！你原谅我，你原谅我好啦！啊，你是做啥物对不起阿哈的代志啊？啊！我骗我卡三个，阿哈要加一卡是我要做家属。内面啊，沙袋拢食袂空，阮卡三唔只答应我带阿哈。好啊！你安尼黑白讲，你会去害死着阿哈，你知无？我即摆想你3年多念做伙，看要安怎样较好啦。好啊，莫哭吼，好来乖吼，行快，我先送你回去。有啥物代志吼，明仔载再我甲你问个清楚，吼。来，看，调好哦，啊，调好啦，吼。行。到厝啊啦，来，到厝啊吼！小无阿嫂啊，小无阿嫂，啥人啦？我啦，太专啦。哎呦，恁英俊啊，啉酒醉啦。我边草啊，迄电迄条仔吼，甲捡转来。哎，讲紧啦，你别啉啦，啉了是要创啥？来，我去，安尼啦，哭见啦，行，安尼哦。
袂啉就唔通啉遐济安尼。啊哈，敢讲规世人拢伫照顾迄个掠土的，这都是你的命运。一枝草。